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原頻道，我係中原地產第二分行 Alan Chow。有冇見到我身後邊一個非常之開揚廣闊嘅海景？今日同大家介紹珀麗灣一個非常之難有嘅兩房海景單位，點樣難有法？即刻去面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呢個單位係屬於珀麗灣嘅第二期。樓齡23年，實用面積522尺。頭先有講過，單位係非常之罕有，原因佢呢個樓層高層嚟講係屬於特別設計嘅特色特高樓底，樓底有大約3.2米咁高㗎，所以其實係相對同而家啲新樓不遑多讓，而且客飯廳分明，望出去係非常之開揚廣闊，望到荃灣同深井嘅海景。廚房設置喺一入大門嘅左手邊，有相當多嘅儲物空間，亦都非常之整潔，方便一買完餸返嚟就可以即刻處理。洗手間係原裝，有窗同浴缸，細房 size 絕對唔細，絕對足夠擺放單人床、書枱連衣櫃。而且亦都係同樣地係特高樓底，可以做地台，又或者做吊櫃，好似而家咁，戶主就做咗一個吊櫃，而走廊都仲有位置空間俾佢做一個裝飾嘅地方。而主人房 size係足夠擺雙人床，同樣地亦都享有非常之開揚廣闊嘅海景。佢呢個單位點呢？單位保養優良，而且已經大部分嘅電器都有更換過，係非常之新淨。原則上係真係拎包入住都可以，亦都係非常之難得嘅高層，仲要特高樓底嘅海景，點可以錯過啊？如果想親身嚟感受下如何高樓底嘅話，即刻俾電話我，我電話係67790106，67790106，中原地產珀麗灣第二分行 Alan Chow 等緊你，多謝大家。